宇宙係咪無限嘅？成日都有人咁問我，答案其實取決於一啲我哋仲未完全清楚嘅嘢。宇宙入邊到底有幾多物質？重力到底有幾強？不過等我話你知，我哋已知嘅嘢同埋數學預測到嘅結果，因為呢啲可能性比你想象中更加奇怪。而家呢一刻，空間本身喺度擴張緊，幾十億光年外嘅星系正以每秒幾千英里嘅速度遠離我哋，佢哋離我哋越遠，跑得越快。星系之間嘅空間喺度拉伸增長，每一秒宇宙都在變大。你感覺唔到，因為喺呢度影響太細。但呢件事係真嘅。如果空間而家喺度擴張，咁代表以前所有嘢都係靠得更近，將時間倒流，星系會變得更近、更密集、更熱，再倒流翻去，直到所有星系、行星、原子都擠喺同一個地方，壓縮成一個想像唔到咁細、咁密集嘅嘢。嗰個開端，我哋叫佢做大爆炸 （Big Bang）。呢個唔係空間入邊嘅爆炸，而係空間本身嘅爆炸，係萬物開始嘅一刻。我哋係點樣發現呢樣嘢嘅？喺1920年，天文學家觀察遠方星系，發現啲光嘅色水唔多對路，啲光偏向紅色，即係紅移 （redshift）。當一件嘢遠離你，佢發出嘅光波就會被拉長，好似救護車離你而去嗰陣，警笛聲會變低沉咁。光都一樣，運動拉長咗波長，令佢變紅。咁宇宙會永遠擴張落去，定係會發生第啲嘢？呢樣嘢就要睇重力。重力係想將所有嘢拉翻埋一齊嘅，就好似你向上掟個波，個波會唔會跌翻落嚟，係睇你掟得幾快。宇宙都有三種命運：第一，擴張太快，重力拉唔住，宇宙永遠擴張，最後變到又凍又黑又空。咁第二，擴張速度啱啱好係臨界速度，重力剛好平衡，呢個叫平坦宇宙。第三，重力太強，擴張會停止，然後反轉，所有嘢撞翻埋一齊，呢個叫大擠壓 （Big Crunch），係大爆炸嘅反轉。宇宙喺火入邊開始，亦喺火入邊結束。講完宇宙，講下行星。行星可以穩定幾十億年，係因為核融合產生嘅壓力同重力達成平衡，但燃料總會用完。好似太陽咁細嘅星，最後會變成白矮星，慢慢冷卻。但係如果係好大質量嘅行星，坍縮就會好暴力，電子被壓入質子變成中子，形成中子星。一茶匙嘅中子星物質重量同成座山一樣。如果粒星仲大，連中子壓力都頂唔住，坍縮就會繼續。呢度就係最怪嘅地方。根據愛因斯坦嘅方程式啦，當物質被壓縮到某個密度咧，會出現一個臨界半徑咧，叫史亞西半徑 （Schwarzschild radius）。如果你將地球縮到好似粒波子咁細，或者將太陽縮到得返3公里闊，佢哋就會變成坍縮星，即係我哋而家講嘅黑洞。想像有個觀察者坐喺一粒坍縮緊嘅星上面，而你在遠處望住佢。對你嚟講，當粒星接近臨界半徑，觀察者嘅動作會越嚟越慢，啲光會越嚟越紅。到咗史亞西半徑嗰一刻，觀察者喺你眼入邊會完全結冰唔喐，停留喺嗰個邊界，時間喺嗰度對你嚟講係停咗嘅，所以我哋叫佢做凍結之星。但係對嗰個跌入去嘅人嚟講，佢完全冇感覺，佢會正常咁穿過邊界跌入去嘅。不過一過咗嗰條線，佢就永遠出唔返嚟，因為嗰度嘅空間扭曲到所有方向都係指向入邊，冇外邊可以走。呢啲唔係科幻小説，時間喺唔同重力場真係行得唔同。你個頭腦得快過你對腳少少，因為你個頭離地心遠啲，重力細啲，時間行快啲。1960年，物理學家做咗個實驗，將粒光子由塔頂放落塔底，發現頻率真係變咗。證明時間流速真係唔同。咁我哋點揾呢啲黑洞？佢哋唔發光，所以係隱形嘅。但係如果佢旁邊有粒正常嘅星，我哋可以睇到粒星圍繞住一窿空嘅嘢旋轉，從而計出嗰燈嘢嘅質量，或者透過重力透鏡睇下光線經過嗰度有冇被扭曲。有啲人會避開啲問題，話行星唔會坍縮到咁細，或者話既然睇唔到入邊就唔使理，咁又唔係物理學。如果物理定律預測咗一啲奇怪嘅嘢，我哋唔可以因為佢令人唔舒服就唔理佢。宇宙遠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奇妙，空間會擴張，時間會彎曲，行星會坍縮成黑暗。
我哋先啱啱開始理解呢一切。